日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困边。大家我小杰。咱搁到3个月一摆介绍动画的时间啊，嘿，咱即摆要介绍动画吼，应该是讲吼，当季番伊的即摆有较弱一点，所以咱嘛是扣出4个。接出4个来甲大家介绍，看开是袂歹的。嘿，这道的动画内底吼，有一寡主角吼，伊是伫来讲伊是安怎伫咧魔法的世界内底一路过关斩将的故事。像咧吼，有个人是伫咧迷宫内底，嘿，伫咧迷宫内底可能拍败妖物，嘿，有的是伫迷宫内底慢慢过关斩将，靠家己安尼升级，安尼对。你拄仔讲到迷宫吼，无着咱头前可能阮还袂讲，观众朋友就摇着咱要讲的是一个最近较有名的，叫做迷宫饭。迷宫饭。嘿，伊上有名的主题就是讲吼，这妖物敢会当食，要安怎煮较好食安尼。主角吼，因别项毋食。专门就是咧去食药物。一开始吼，因为主角，咱先讲一开始伊故事。一开始吼，主角吼，因为伊伫迷宫内底，伊伫迷宫内底，伫迷宫内底的时阵吼，因为拄着一只红龙。嘿，拄着一只红龙，因的本地内底有一个魔法赛。嘿，迄个魔法赛吼，因为因逐个拍到最后无力，迄个魔法赛吼，互龙险要食落腹肚的时阵吼，伊就用伊的魔法，甲遐个人吼先传去。地面顶悬，互因才会当活落来。因为伊当要互食落去，要互拆食落腹，伫咧喙食的时阵，伊就用魔法甲因传去。传去了后，因就感觉袂使，因为伊龙咧食，咱甲物件食落去，伊爱消化。就趁伊未互消化的时阵，因遐个人吼伫地面顶悬，佮决定要落去迷宫内底，甲迄个魔法师甲救出来。是，伫咧过程当中吼，伊嘛拄着迄款剩无几仙钱通开迄款难题，所以咧，咱的男主角伊就想讲，无咱就伫咧迷宫内底掠遮个妖物。当作食材来食，咱就免烦恼无钱通我食物件代志。毋过讲吼，莫讲即个伊的队友就气嫌讲吼，这妖物敢会当食，敢会食得啦。其实讲吼，准讲即个男主角伊愿意去煮啦，伊嘛毋知影要安怎甲遮妖物煮较好食。是啊，好佳哉吼，因伫咧煮泉水的时阵，行滚水的时阵，去拄着一个 A 人族出身的一个配角。迄个配角吼，伊是一个足重要的人哦。伊伫内底吼，因为伊伫迷宫内底吼，伊混足侪冬啊。伊伫遐迷宫生活足侪冬啊，地头蛇是，所以吼，伊就知影安怎去甲迄妖物吼煮起来是上好食的。装泡菜。煮妖物料理妖物的功力吼是一粒一的，足厉害的。煮真侪冬啊。伊有一道吼，伊一开始的时阵，伊先掠着是一个行路菇，就是会行路的一只香菇。嘿，佮有芥仔。大蝎子，大只蝎子，因就先甲起来料理，做成一个做芳的一个大鼎汤，就是一个鼎内底爱有迄香菇啊，有敢若迄个螃蟹，一个汤。伊一开始吼，迄看起来感觉有淡薄仔，这些妖物看起来有淡薄仔恶心，看来足歹食。要毋过伊煮开的物件，就是足好食，所以大家慢慢开始体会着讲吼，这妖物。落去煮物件，来去煮食吼，真正是有够好食。对，一起成主顾安尼对。毋过即部动画吼，伊毋若是干那去讲，妖物煮起来就好食，即件代志，其实伊嘛有去探讨迄妖物伊的身体。结构，比如讲吼，即个圣士，就是你才讲的迄个配角嘛，伊就有咧介绍迄个史莱姆啊，咱平常时看迄史莱姆是看伊就安尼软啊、QQ 啊，四个安尼扫来扫去，毋过咱袂去想讲，伊的腹肚内底生做啥物款，毋过即部动画伊就是有去介绍即件代志，毋过吼，伊内底嘛有讲吼，看这古锥的史莱姆去家拍做实在，其实咱平常时。咱一般看其他动画拢无看到嘛。古锥，即部就家己拍做实在，其实有淡薄仔唔共。冲突。对，有种冲突，毋过这嘛是真趣味安尼。到尾啊吼，因一滴人吼就做伙行，愈落去下骹吼，就愈来愈侪妖物等因咧相拄。等因去食。等因去食，伊拄着这，伊一工爱食三顿嘛。你有当时拄着这甲刣死的时阵，你拄好腹肚枵，伊拄好当甲捡起来食，拄好一层，愈来愈下骹的时阵，就愈来愈侪妖物，愈来愈侪好食料理出来。
哦，有趣味安尼。啊，第二部吼，我们要介绍的是叫做《我独自升级》这部动画啦。伊真特别咯，因为伊是对韩国小说落去做改编的。所以咧，伫个动画内底，主角伊名，也是讲其他角色的名，伊拢有韩国版，啊，佮有日本版，嘿，安尼。啊，毋过咱即马要介绍，所以咱就讲日本版的名，叫做阿顺。阿顺。嘿，主角叫做阿顺。伊韩语叫做神正宇。叫做神经武。是。就是韩语的感觉安尼，对。啊，主角叫做咱即马就叫做阿顺，嘿，叫做阿顺。啊，阿顺吼，伊就是讲吼，因为阿顺为着即个伊的生活就较歹过，所以伊就爱去地下城，一路过关斩将安尼。啊，赢奖金，趁钱。魔物吼，甲杀死了，有一个迄种水晶类，迄当卖钱，迄当摕去卖。咱先来讲到主角阿顺的身世，因爸爸一开始吼嘛是伫个地下城无遐趁钱的人，哎，毋过吼，因为有一天因爸爸去冒险的时阵，雄就失踪去啊，失踪去了，就无人啊嘛，主要趁钱的时阵就无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因老母。因为受到魔力的影响，怎得病去，得一个奇怪的病，因受到魔力的影响，所以因一直拢住伫病院内底。哦，所以老母拢住伫病院内底。是，啊，因为小妹搁咧读册，所以伊就需要一个人去趁钱嘛。所以阿顺作为长子，伊就是爱去趁钱，甲厝内负担拢甲攀起来。哎呦，真辛苦。啊，毋过敢若即侪动画主角拢是安尼环境成长的，对。啊，讲到这阿顺啊，伊其实伊无其他的专长，所以咧，伊高中出业了后咧，伊就爱去地下城做拉铃。啊，毋过因为吼，伊就伤肉卡，就去用气球叫做人类上弱兵器。哦，人类最弱兵器。嘿，对，人类最弱兵器。啊，伊真无简单，才是伫一个相同的地下城落挖落来安尼。啊，毋过咧，有一天伊就自病起来了后，伊就发现，家己加一个 player 的称呼，系统，一个新的系统出来着。所以咧，安尼就小即个变大戏啊，就变做是地下城内底一粒一个拉铃啊。是，大家看吼，咱毋通看迄个阿顺吼，一个是咧慢慢变强。咱伫咧讨论故事以外嘛，有一寡笑亏的代志。譬如讲吼，伊开始出现一个 player 的系统的时阵吼。伊出现迄个物件的时阵，伊开始练功，开始慢慢训练家己变强的时阵，雄伊的面啊、身材啊拢变啊。本地面吼是佫淡薄圆圆啊，看起来呆，看起来足弱的迄款感觉。也毋过吼，到最后伊变成一个面尖尖、6块腹肌，伊的筋肉就变甲足好看迄款人。所以吼，伊慢慢啊，就有人甲即个讲吼，即部戏应该叫做我独自整形，就是整形啦。啊，我独自升级，叫做我独自整形。那有放假是安尼，主角愈画愈缘投，啊，规个人规个面拢变啊，身材拢变啊，安尼我感觉袂歹呢。即个主角嘛是袂歹。第一集到最后一集无共款人安尼，换人演安尼。毋过吼，咱讲笑还讲笑啦，咱过来要来介绍是上略无目屎起定课本书一个故事。伊就是咧讲吼，即个女主角叫做艾米，即个女主角吼，伊是一个上略啊无醒的无目屎。虽然讲吼，伊的能力是会使互遐个妖物较听话，啊，毋过吼，因为能力伤低，所以伊嘛无法度甲家己就是无法度饲家己安尼啦，啊嘛难免去互人看无安尼。艾米吼，因为伊是一个无醒的无目屎，啊，伊庄仔头完全无出过无醒的人，所以吼，伊就互庄仔头当做是一个不祥之主，啊，要甲杀死。到最后，伊家己一个得出迄个庄仔头，啊来开始捡粪扫的女场，伊就是慢慢看到一个粪扫场，啊就开始捡家己需要的物件。啊，伊伫咧途中吼，伊就拄着一个足罕见的史莱姆，迄个史莱姆吼，就是讲吼，伊一开始看下，敢若要挑伊，要毋过慢慢饲物件互伊食，伊开始变强。啊，伫咧途中慢慢行的时阵，伊搁拄着一个看下做成一个白的魔物，叫做邪路。啊，伊慢慢三个人就变做一个好朋友，慢慢开始伊的路程。伊即个动画吼，看起来敢若做平无啥物起伏的一个故事，要毋过吼，伊看
看起来感觉足好，足舒适哦，的。就看起来是一个较舒适的动画就对啊啦，不是较刺激的迄款。是。啊，上尾啊，咱要来介绍的吼是叫做休困时啊的歹人先生，休假的坏人先生。伊这个故事就是讲吼，这个主角伊的称呼就叫做歹人。啊，伊咧原底去互人指派去一个消灭地球人类的组织。啊，伊的下骹手人吼，拢叫伊叫做将军，嘿，因为无人知影伊的本名安尼。啊，你莫看伊即个人吼，伊敢若足有威严的，啊，毋过伊足彻底咧执行工课还工课、休困还休困的即个原则，就是讲吼，伊即个人若是开始休困啊，伊就完全变一个刑。伊就是无爱插工课的代志。伊完全，伊绝对袂叫去插工课的代志安尼。迄个歹人先生，伊做一个反派，伊有一条拄着正歹人，就是堪伊对峙的人吼。伊认出伊是歹人，啊，结果伊要咧烧阵的时阵吼，迄个歹人先生就甲讲：稍等一下，今仔日我休困，今仔日无要烧阵。哦，所以拄着即款情形，伊就是困甲足开的，毋管是啥物代志吼，就算讲消灭地球是足重要的代志，也毋过到我休困日，伊嘛是要休困。这完全。就是咱现代人应该爱学习这件代志。对，我感觉这足重要的呢。伊这心态就是讲吼，我休困，我就是要休困，我无法度去插工课任何代志。袂使去插工课任何代志。啊，歹人吼，伊住伫个地球的时阵，伊开始做工课的时候，伊头毛就安尼落起来。哦。伊头毛落起来的时阵，变到一个做缘投做威严的一个人。要毋讲吼，伊到休困的时阵，伊头毛就安尼砍起来，连目睭拢看袂到。哦，就变一个人。嘿，啊，佫会穿一个大袖啊。伊讲话的时阵嘛，变成一个喙无开的，就是看袂到喙咧开的一款型。就是讲吼，敢若讲话嘛是有气无力迄种感觉。嘿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伊嘛休困的时拄着伊的部下，伊嘛当做无熟悉，尽量当做无熟悉。对。啊，等到有一道休困的时阵，伊去动物园巡查。伊去巡查的时阵，看到熊猫、熊猫。伊就去爱个迄个熊猫，就开始足骨来开始收集熊猫的周边商品。嘿，伊就足介迄熊猫的迄个形，迄个看起来足古锥的感觉。所以伊就开始卖啊，毋管是看到迄种伊个便利超商看到咧卖熊猫的迄种冰、胖，伊拢足介，啊，佮有肉包。变一个 fans 安尼。嘿，变成一个 fans， 伊就开始讲吼，望有一天吼会当消灭人类。嘿，啊，甲互迄个熊猫伫地球生拖搁较济安尼。甲地球送互熊猫安尼。变成一个熊猫星。咱即届介绍4部动画嘛，啊，毋知影大家观众朋友敢有对着即个放送的进度？啊，你若无嘛无要紧，就进去看就好啊。啊，咱就介绍即个动画，互恁做参考安尼。是啊，咱下回时间继续看《大金铃铛》，拜拜。